今仔继续要来讲这个台北捷运不时都有人咧偷走票。这个台北捷运的资料，2015到2019这5年的中间，偷走票的案件高达481件。这个专线109个站，有90个站有偷走票的记录。这个比例上悬的站，拢1.2个。板南线，这个第一名是这个西门站，过来是龙山西这站，第三名淡水站，第四名忠孝复兴站，第5名是板桥站。这个台北捷运讲，打来要加强来查缉，若是抓到除了追回车钱之外，嘛要求这个票价50倍违约金。我就找一个人尾随他一路下去，然后他逼着跟他进去。 我真的真看。网红 YouTube 示范讲，要怎坐捷运轻松偷走票，又是免票。下手地点选伫西门站，西门站嘛是北捷偷走票上济所在。因为台北市议员王浩质疑讲，为2015年到2019年间偷走票的西门站上济。 过来是龙山市站、淡水站、忠孝复兴站、板桥站，前5大北南线就占4个，敢若是变偷走票的天堂。全线109个车站，就有90站有偷走票的记录。上接看到的方式，就是对人入去，有可能是因为捷运站出入站的门有一张黄色告示，就是免买票的囡仔今日家长的头前做入站，安尼就好想要偷食包的人有机会。 早起9点外，2个捷运警察伫西门站的出入口伫遐看，抑过议员过袂调。市议员认为讲，问题出伫捷运警察是轮班的，毋是固定伫遐顾的。台北捷运公司表示讲，会针对运量较大、违规较侪重点车站加强巡逻。若发现偷走票的人，会依法加讨票价50倍违约金。坐捷运会使用油卡，抑过千万毋通想要共揢油。